大家好，依家向你介紹嘅係星火教師助手。大家可以睇到左邊導航欄有一個收起嘅按鈕，呢個主要係方便老師響上堂嘅時候最大化展示對話窗口嘅內容，按照老師嘅高頻使用場景。響星火教師助手左邊有9大應用模塊，下面我哋嚟一一介紹。首先係 AI 對話模塊，可以通過對話方式向星火教師助手諮詢任何教學場景嘅內容，支持聯網檢索同埋深度推理，展示助手思考過程生成嘅內容，支持老師分享同埋導出做 Word 檔，資源檢索，增加檢索模板，支持全學段、全學科資源對話式即搜即傳即用，幫助老師快速檢索教學資源。教學設計同埋課件生成就通過同步新授課單元教學設計、問題連教學設計、上傳教案生成課件4個場景，幫助老師通過一句話或者指令詞模板，快速生成教學設計同課件。生成嘅教學設計同埋課件都支持導出。圖片生成，顧名思義就係通過指令詞生成情景式配圖等等，輔助老師高效備課。手提組卷功能係根據老師輸入嘅學科學段年級、教材版本、知識點、題型同題目數量等嘅信息，幫老師快速生成符合要求嘅題目。生成後支持老師 AI 換題、查看題目解釋同對應嘅學科素養等等，同時支持導出 Word、PDF 等唔同格式嘅文件，令老師能夠印出嚟分俾學生。智能體中心係匯聚咗各類學科教研工作場景下嘅智能體，老師都可以根據標籤、分類選擇使用或者直接創建屬於自己嘅智能體。智能體中心頂部亦會提供各類應用技巧嘅幫助文章，老師們有需要可以查看歷史對話。目前主要匯聚咗老師響 AI 對話模塊嘅歷史對話內容，方便老師查看以往嘅歷史對話。我的智能體就匯聚咗老師日常使用過嘅智能體，只要響智能體中心用過一次嘅智能體，會自動分類到我的智能體裏面，同時仲支持對常用嘅智能體進行制定設置，幫助老師快速揾到並使用。個人中心主要包含老師創建嘅智能體、分享嘅案例內容同埋個人賬號信息。下面我哋就每個模塊進行詳細嘅產品操作介紹。老師都可以對照視頻邊睇邊操作，咁樣上手就更快啦。